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2月17，雅各书1章17节安尼讲：囡仔好的赏赐，甲完全的恩赐，拢是对顶面。对正行光会飞落来，伊无变换，也无转逝的影。三甲来祈祷，赏赐逐项好，甲恩赐互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创造甲掌权的上帝，你创造万物，互阮来管理。你赏赐日头，互万物成长。你赐落雨水，润泽土地。你设立节季，照时运行。你互人气息，领受稳定。主啊，囡仔认捌你的，拢知你是好，因为你的慈爱永远伫地。主啊，愿一切好处无伫你以外，愿一切好物拢是你所赏赐，愿所有的恩赐拢是对顶面你遐来，因为敬畏你的，你就要互因得到你所赏赐的好甲恩赐，就是对正行光的天父你遐来，伫你无变化，也无转逝的影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